众朋友早早，欢迎收看6月27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怡真。新闻头起先来关心顶个月2日台中捷运发生乌白胎人的事件。协方讲，为着要让全台湾的人拢看到伊超工经历咧台北捷运地质犯案的10周年即天来台人，检方认为嫌犯伊的心智正常，犯案有计划，所以是依照杀人未遂等等的罪嫌甲起诉，希望法院甲判重刑。顶个月2日，伫台中捷运发生歹徒摕刀啊共攻击的事件，造成2个人受伤。刚扑的这个姓杨的嫌犯，嘛互真侪乘客做伙压制，阻止伊继续伤人。检方经过真侪摆侦讯，是认定姓杨的嫌犯是依无犯案，而且伊心智正常，认定犯行重大，照杀人未遂等等真侪项罪嫌，甲伊提起公诉。被告是预谋犯案，而且对于整个犯罪的，不管是日期、地点、路线、工具或者是方式，都有进行缜密的计划。因此，检察官认定被告在行为的时候是属于心神并未丧失，心智尚属正常。而且在这一个侦讯的过程当中，检察官也发现他在问答的过程并没有异常。检方伫侦讯的过程发现，姓杨的嫌犯本来是要伫20来犯案，但是考虑到伊是台北捷运地质的杀人案10周年，才延后1天来动手。伊嘛甲检方讲，想要让全国民众拢看到伊，才选伫台中捷运系统来犯案。伫这进前，伊阁将有计划性去买3支刀啊，规划去弹摩铁路和无语攻击的手法。检方认为讲，这对社会的危害真大，决定向法院来求处重刑。他爸妈愿意求偿赔偿的话，我们来做公益，祝福他，希望他可以更好。怎么做，你怎么选择啊，会有相对应的责任啊，那就是要对这个负责。2个人拢表示尊重司法，民方抬着伤的酷刑是讲，姓杨的嫌犯应该替家己的行为来负责，嘛会尽量争取民事的求偿。细粒的高中生因爸爸是强调讲，只有原谅才会放下，家己嘛会较好过。因除了互相祝福，嘛希望讲这种代志莫阁发生啊。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这个月2日，金门的海边有发现一只猪仔的尸体，经过检验，确诊有非洲猪症的病毒。这是今年金门的第一例，所以即马开始到7月初1，金门的猪仔甲猪肉产品拢暂停送去台湾的本岛甲外岛。伫咧金门烈士青旗画边的海沙埔发现已经死去的猪，农业部动植物防疫署接到通报，水管来采集检体，采刷就把猪的尸体现场烧掉抬起来，并且对周边的区域加强彻底消毒。这呢典型是因为东亚村台湾甲日本2个国家无非洲猪瘟。现场的部分我们已经完全的消毒，然后这一只海漂猪也已经彻底的焚化，然后已经就地把它消毒掩埋了，所以现在一切都合乎我们的作业程序。农业部采样检验了，验出非洲猪瘟病毒核酸阳性，而且基因序列加去年对中国入境的旅客违规所在有非洲猪瘟病毒的防水糖基因序列同款，研判可能是来自中国的海漂死猪。目前国内海漂猪验出非洲猪瘟病毒阳性案例，包括这个总共18例，其中金门县15例，连江县2例，新北市1例。那经研判是由西南风这边带过来大陆的海漂猪。那经过我们现场就是采样送到农业部的兽医研究所去进行判定之后，为非洲猪瘟阳性啊。金门县防疫所派人去访视，发现地点半径10公里内13个饲猪场，并无发现异常的情形。为了应验非洲猪瘟，农业部也依照规定，自即马开始到7月初1，暂停金门县的猪加相关猪肉产品输往台湾甲离岛。至少要1礼拜拢无发生疫情，才能解除管制。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各地头同款是好天佮烧热，而且也是这礼拜上热的一天。咱来看温度。今仔日全台湾各地头拢是侪份好天，敢若东南部、恒春半岛和偏湖可能会落沙巴雨，过头就要注意会落西北雨，尤其是中部以北的山区雨会落较粗。按照温度方面，气象署针对全台湾18县市发布高温特报。屏东是红色的警示，可能会连续出现38度的高温。南部温度上悬，嘛有可能会到37度、38度。
提示乡亲就要注意早日才袂着刷。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小空气无法度透。屏东市已经连续3天拢超过38度，高雄的灯塔阁出现39度白冠军。气象站表示，因为小空气这条咧，今仔日可能是会阁较热。大日头卡的西仔湾差不多无游客，伫路行的人也雨伞闪日。晚暝2点的时阵，高雄气温晚暝34度。西仔湾对看的高雄电下测站早起10点14分出现39度8的极端高温，甲气象署记录历史高温前3名，干那差0.2至0.4度，接近40度。温度很多，好像温度很高的样子。高压笼罩，散热的效果不好，所以温度比较容易举升上来。西部地区很多地方都出现了高温，像我们高雄呢，今天的话。也有一些地方有出现38度的高温。气象站解说，高雄灯塔伫基顶石瓦地状况特别，无代表高雄整体温度。但部队嘉义市其他县市嘛，都高温警示灯干嘛熄灯。屏东因为连续3天高温超过38度，都红灯。也有民众看到市区的空电架甲市州路、高速路口附近的飘线，因为高温的影响，大架车一个高过就鼓起啊。看那个地面的痕迹，它就马上就软掉了，因为可能这几天可能太热了吧。连续高温，各地拢传出有民众热伤害送医。顶礼拜有一个40多岁劳工下班要为高雄转屏东疲劳的昏去，送医检查出怀孕期溶解的现象。很热的地方或者太阳直照的地方工作了1-2个小时，觉得身体有一些燥热，那发现说汗水越来越少。还有口渴的现象，可能就要到阴凉的地方休息一下。气象站提醒，明日7风热，这个环境条件也同款，日一直真大，无排除会产生极温现象，致使温度更加悬。呼吁民众出外一定要防止晒伤，佮补充水分，防止热伤害。记者综合报道。今日报纸写啥物？来看早报重点。先看自由时报。立法院初审通过印度移工 MOU， 要送去议会讨论。劳动部长何培山表示，引进印度移工初期先试办未超过1000人，而且是以制造业为主。若准拢顺利，上紧嘛爱1冬后才有印度移工会来台湾。再来看联合报，台积电进驻嘉义科学园区，要起2间先进封装厂。第一厂伫5月底，那厂发现为止暂停施工。嘉义县文资委员会决定讲，等台积电委托考古团体提报计划，审查通过了后，就会抢救为止。再来看《中国时报》，中国福州的旅游协会马祖观光团29要出发，拢总3天2暝。中华敢会恢复旅游，可能会有变数，因为有风声讲，为着要反制中国的当地台独22条意见，咱台湾要甲中国的旅游警示做一届跳3级，转做干嘛式警告。中国公布当地台独的22条意见，总统赖清德表示，中国无权力制裁台湾人，嘛强调讲新的规定会影响超过9成的台湾人。若中国是解说讲，这敢若是针对特定人士，普通百姓唔免烦恼。不过海基会表示，这就是一种威胁。中共公布当地台独的22条意见，效应继续发酵。总统赖清德进行严肃回击，李大国则指出，台湾9成以上民众拢可能受到影响。美国国务院相关谴责中国对台言论，强调威胁甲法律界无法度和平解决两岸分歧。We strongly condemn the escalatory and destabilizing language and actions from PRC officials. We continue to urge restraint. 总统府伫社群平台发文感谢美方的支持，也呼吁国际谴责中国甲国内法律武器化行为，因为根据台独22条，涉犯分裂国家罪，上当应判死刑。引来各界关切，中方是不是可能经由他国引导机制，甲被告移送到中国？凡是以身试法的台独顽固分子，不管其身在何处，国家执法司法机关都将一追到底，依法严惩。这一份司法文件不针对、不涉及广大的台湾同胞。中国国台办讲，执法机关的精准来处理，一般台湾民众无需要烦恼，欢迎积极参与两岸交流。不过，新上任的海基会秘书长罗文嘉讲，中方22条意见就是一种威胁恐吓，呼吁民众到中国一定要小心，并且表达无欢喜看到最近媒体报道，敢有中国官方媒体参与台湾电视台政论节目的节目。在海基会的立场是我们鼓励交流。
但我们希望是在符合交流的目的和精神之下来进行，那避免用交流名义去从事其他可能要危害到台湾民主自由体制这样的情势。天后海巡队23搁在伫花树海峡发现一只钓过3无渔船活界掠鱼，并且夺走技术检查，海巡人员入钓了后定准检查，甲100公斤的鱼仔迄入海中，甲人甲船斗阵压转来，依法裁罚，做进一步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国防部长顾立雄和参谋总长梅家秋昨做伙去立法院专案报告汉光演习规划，引起关注。因为这是让20外档，才阁有参谋总长去立法院备询。国防部公布，日早起7点，陆续查到26台强机配合强舰执行联合舰备警巡，伫台海周边的活动。拄到国防部长顾立雄甲参谋总长梅家秋作为到立法院专案报告汉光演习规划，也引起关心。这是20多年来，搁再有参谋总长到立法院备询的第3人。总长的出席，能够让社会大众甚至媒体朋友更了解我们国军，更支持国军。我觉得这是我个人应该做的。我们是应这一个召委的邀请，跟汉光整个这个统裁部是由参谋总长来负责。常态的情况之下，应该还是由部长我。今年5港4暝汉光40号演习有真侪项重大改变，以实兵实时实地3号要求，全面取消电视性的科目。透过连续的状况诱导，无剧本设定，可望成为历年来上届挖进实践的一届。梅家秋指出，这届汉光的训练目标主要是让联兵旅才会战术战级，实施本土作战环境甲作战计划。这些的联兵旅单位依照我们所给予的想定，还有临机的状况，他要经过判断之后去行动，还是会有一个中心化的指挥，这个不变，但是会有去中心化的行动。ROE 接战规则就要很普遍的下放到很基层的单位，告诉你在什么样的状况下，你就可以采行行动，你就可以使用武器装备。梅家秋讲，去中心化的指挥管制是这届汉光演习的关键，分做5部分，各级指挥官清楚任务，得到充分授权，清楚责任区加交战规则，以及有独立作战的能力，甚至会验证到每一个单兵的手头拢有接战规则，让基层部队会当独立作战。若是民众党立委吴国昌亚讲，陆军南洋地区指挥部去予不法厂商违约装中国制太阳能热变器，顾立雄是讲有问题的热变器拢总44个是德国品牌伫中国制造，已经要求厂商第1个月来改换，也请军备局全面清查。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国际消息。承担后果，公司新闻张伟玲、吴其昌编辑。上新的消息来看，南美洲的玻利维亚目前有大阵的军队甲装甲车入去首都，甲总统府围起来。总统有出来和军方的头人面对面讲话，幕后要全国百姓爱动员上街头抵抗政变。士兵全副武装，军队坦克车直接驶到行政首都拉巴斯市中心的慕尼约广场，向总统府山顶动。一台坦克车直接驶到大门口，将这士兵强入去内底。玻利维亚总统阿尔斯甲军方将领苏尼加两人面对面讲话。阿尔斯讲，即马国家正面临着一场政变，阮即马就伫这坚定的对抗。而且对想要政变的人讲，我这是恁的统帅，我命令恁撤回，我不准恁无服从。军方将领苏尼加进前对记者讲，这个国家民族不能够再安尼继续落去，要修复家园，正紧就有新的部长来过。前总统莫拉莱斯伫军队出动的时阵就发警告，讲这一切早就有预谋。总统阿尔斯伫代志发生之前就发这段影片。这几天就咧传讲，军方将领苏尼加正紧就会被解职。伊伫是伫咧上电视的时阵讲，若是前总统莫拉莱斯马年阁要再选，就会甲伊抓起来。莫拉莱斯是玻利维亚第一位有原住民身份的总统，执政14年。2019年被控选举舞弊了而辞职流亡。迄当阵反对派参议员阿涅斯家己宣布以临时总统接轨。不过2000年甲莫拉莱斯同款属于社会主义运动党的阿尔斯选举选赢，阿涅斯是被控违宪，被判10年徒刑。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以色列甲哈马斯相战已经拍了9个月啊！以色列因为欠兵啊，今年2月宣布讲，这做兵拢要延长到36个月。都有民众批评讲，极端正统的犹太教徒是利用宗教来想做兵。
以色列最高法院就裁定讲，极端正统犹太教嘛也着爱做标，而且政府爱停止赞助宗教学院。以色列最高法院2号裁定，极端正统犹太教男性也必须做兵，引发教徒的反对。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伫联合政府内底主要合作伙伴，也就是具有极端正统犹太教背景的联合托拉犹太教党就警告，若现行兵役制度有任何改变，就要来提出联合政府。安尼做可能造成政府倒台，国会要重新选举，一定威胁到总理纳坦雅胡的执政权。It doesn't add anything to the defense issue at this time. The High Court shouldn't have interfered at all in this issue. 根据以色列兵役法，年满18岁成年男性甲女性拢必须爱做兵，只有少数族群也是特殊的宗教信仰者会使免做兵，其中就包含极端正统犹太教男性，因占以色列总人口的13%，估计会使贡献7万名兵力。伫即阵以哈冲突延长，兵力无够情况下，真侪以色列民众不满这种特殊的态度。这摆法院裁决就下令国家停止资助犹太学院，防止这极端正统犹太教男性就由伫宗教学校读书为理由，闪避兵役，唔免去做兵。They must go to the army and do what all the other kids in their ages are doing. 对极端正统犹太教犹太是以色列几十年来政治紧张的原因之一。经过不伫2018年和纳坦雅胡的整一个联合政府倒台，政治僵局已经这侪年啊。原来早伫去年10月以哈冲突爆发之前，民间就继续大规模示威，反对政府为着扩权而发动的司法改革。就以哈冲突加重，那重新大选的不利支持度增加纳坦雅胡，以色列政局掀起新一波无稳定的局面。公视新闻杨间编译。日本因为人口。公司新闻但是同编译。今日国际有啥物大代志？做回来看世界。昆阿宣布要加扣税，昨有几千的抗议的民众走入去国会大楼，说互警察开枪。目前全国示威到达有23个人死亡。今日总统的态度是大改变，讲会撤回法案。再来看，因为北韩一直咧起无空，南韩是宣布要停止919军事协议。南韩的海军陆战队自2018年和北韩签协议了后，即阵是让6年10个月伫咧西北边的岛屿恢复射炮训练。再来看中国伫咧南海扩展主权的日头加重，不时和菲律宾发生冲突，致使南海的情势紧张。美国和菲律宾的国防部长都有通电话，美国是强调对菲律宾的安全承诺，冇支持菲律宾捍卫主权。再来看立法院审查引进印度移工的 MOU， 劳动部长何培山强调讲，初期是以制作业为主，先小规模试办，引进的人数伫咧1000人左右。昨是已经初审通过啊，会直接提报议会讨论。若劳动部爱伫3个月内提出直接聘用报告，包括讲务设立专职机构，佮有聘用比例。台印双方4月初已经签署劳工合作备忘录 MOU， 立法院维权委员会日审查备忘录内容，立委关心引进模式，也加扩大直接聘雇是不是建立单一通靠处理啊？如果采政府对政府居土机的直聘，我方雇主人力需求如何提供？印度方它本身没有直聘的制度啦。我要跟您报告，这个直聘跟我们现在传统的国内直聘这是不一样的哦。好，所以这是一个全新的尝试。立委伫问劳动部要开放的产业有倒一寡初期引进的人数，何培山讲，初期引进的人数伫1000人左右。立委阁问民众对引进印度移工有疑虑，劳动部安怎解释？外媒报道就是印度每15分钟就有一个性侵，这个是很可怕的。还有英语能力，好，比如他一定程度的技术能力，包括他有良民证，好，等等这方面的检查一定都必备的。进来之后还会有一定程度的规范跟讲习，然后必须要让他了解台湾的法治是什么样子。除了规划引进印度移工因应欠工，政府嘛积极扩大劳用计划生。劳动部研究就业放年政策，想讲中阶技术人才开放复合数以上计划生做理属业。
处理树叶之外呢，我们还有没有考虑其他开放其他的行业？有没有？其实乔外生是一个非常优质的外国人才，比如运输医院里面的护佐，对， OK， 然后运输类的这种客运司机。劳动部讲，亲像取消交外生评点制的配额人数限制，也是开放交外生申请个人工作许可，连接移民制度申请永久居留，这拢是可行的放领措施。20年底前提出法案，送立法院立法，以利长久劳人才。记者综合报道。劳动部昨召开上加工资审议的咨询会议，外界上关心的就是讲，敢会阁甲基本工资阁调悬？上总的理事长就认为讲，起基本工资对制造业的影响会较大，即起基本工资对外籍移工会较有好处。伊认为，就算是算点钟的，若是有起工钱，民众应该嘛会较有感受。真认真甲倒啊7000起，捌做过清洁人员的林先生，长期领这个基本工资。伫即阵，什么物件拢起的时代，伊坦白讲，生活压力真正大。好像薪资真的没有涨到太多，那真的 cover 不过去整个通膨的大趋势这样。他们也会担心会造成反面的效应，比如说因为调高基本工资，结果导致物价上涨，让他们的生活成本垫高。平时生活压力大，劳团一直努力来推动上加工资法，今年将实施。劳动部立了调集3管学界召开上加工资审议会加咨询会联席会议，由新任部长何佩珊担任调集人，邀请包含3管学界这专家学者对当前的经济状况进行交流。会中对 CPI 这指标有主要讨论。CPI 或者是通膨的部分都还要再做讨论。那所以今天我觉得算是会议中提出来的数据，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一个意见。希望他能够多了解一些民意，然后多了解一些大家的想法啊，然后切入重点。与会劳团代表希望部长何佩珊贴实讲大劳工想要调薪的民意，施政较好多切入重点。代表资方的商总是认为，若是要调悬上加工资，不如来解决这个欠工的问题。劳动部要更关心的现在缺工的问题。事实上，你调高的薪资很多都是外劳享用，本来已经很多都几乎不用所谓的最低基本工资。对着各方意见，劳动部强调，上加工资受到保障劳工的经济生活，希望会使往调升的方向前进。一切等待第3季会议由全体委员来决定。记者综合报道。代替229车厝新自强号发生败标意外，即马这有代替的内部人员就亚康讲，伫咧发生事故进前19分钟，就有吸到水泵线，甲铁基路砍起来画面，这监控人员煞拢无通报。代替表示，这事故的地点无泵线警示系统，敢若有雨水量的感测尔。目前检方正咧侦办，看敢有人员的疏失。溪水涨起来，清水溃水位淹过代替绿桥，这是代替229厝新自强号发生汽车排练事故进前，现场监视影像。有代替内部人员头讲，伫下晡4点30分开始出现这款情况，前后超过19分钟，拢无人通报给列车长，最后造成列车弄到土石流，这批代替有疏失。发生土石流到出了事故，总共足足有接近20分钟的时间，监控系统的观看人员，他是专职人员，那这20分钟到底人在哪里？这汽车排练事故是天灾也是人祸，立委要求交通部调查代替过境系统，检查调整监控能力，也有相关的过境设备，也要对着各界质疑代替回应。过去案发的所在，唔捌有路桥记录，所以讲无设置这个路桥过境系统。告警系统，它会如果有状况，它是会提供告警，那会跳出画面来的。在这次这个是辅助系统的监视系统。我们这个画面是辅助我们看水情，就是说这个地方可以看得到大清水溪的水流状况。那我们的雨情系统，气象署有设置一个雨情系统，也没有达到预警值，所以说就是按照现行的 SOP 是不需要去调阅。虽然讲事发的所在无过境系统，不过来到代替花莲监务单监控室也有后警系统，因观测水位变化，因看到迄天的溪仔水拢已经甲铁基路淹过啊。代替就是讲，这样系统并不是固定长时间显示伫监控台，由迄天的落雨量无达到有警单，所以讲无调看画面来监控。
我们还是会依照台铁公司相关的作业程序，以了解该人员有没有应该尽到的这个确认以及监控的责任，然后并且厘清他是否因此疏失而造成相关的意外伤亡。台铁有系统会用严密来监控，监视器早就已经翕到啊，只不过是无法度第一时间发挥功效，导致款再出问题。将检方也分案来侦办，调查是不是有人为的疏失，必要时会追究刑事责任。记者综合报道。昨台北艋舺有一台发财车，向位内线车道切出去外口，刷出去控制，弄到公车站的牌仔。而且现场是有2个士大在等公车，双方弄一个骨折送病院。驾驶表示是因为档仔出问题，要闪别台车，才会冲出去外口。公车到站停，乘客一个去伫车顶，敢若剩无几个民众继续等车。公车才走无几分钟，一台细台货车就忽然间冲出来，驶去伫人行道。真是恐怖的时阵，廿号线查某人被过无风弄着，毋过。撑起来，警察紧急到场，甲人扛起哩两桥。原来有2个老先生嘛伫现场等公车，代志忽然间发生，因未负反应，随着风弄着，规身躯真侪所在骨折送病院。那时候有听到砰一声，那边就有一台货车撞到2个椅子，然后有撞到人这样，然后老人的那个伤势是蛮严重的，就有流血，直接有1/3的那个车都已经到了人行道上了，一个是被那个叫什么车头给压住那个椅子，然后把它压在里面。当来到案发的所在，伫台北市的艋舺，站牌轰动甲登去现场有火。警方调查发现，48岁姓陈的驾驶，日早起11点外，驶伫万大路的内线，忽然间对正边偏，路尾规个失控，冲去伫人行道。经过酒测，伊并无驾酒驶车，肇事司机讲是档仔歹去造成的。因刹车失灵，为闪避前方车辆而向外侧行驶，撞上人行道上72岁的吴男及88岁的陈男2位行人。受伤的这2个过路人暂时无性命危险，因嘛拢还未提告过失伤害。另外，对详细案发的原因，拢要等警方进一步来厘清。记者综合报道。高雄有一个查甫人伫奥多摆头前载一支4公尺长的水管囥坏的，海边啊2个骑奥多摆的民众，互水管摔着跋倒。加在这2个人伤势是无严重。警方初步认为，这个骑奥多摆载物件的民众无照规定，会依法罚300到600块。监视器画面会当看到，民众骑机车载一支瘫痪的长水管，边仔2位骑机车的人小连续跋倒。迄当时车路有真侪车来来往往，实在真危险。对面病院的护理人员连物件出来救人，这是发生伫26透早林雅溪成功一路，害人跋倒的民众原来是用机车载一支有4公米长的塑胶水管。警方是随对3个人主测，无人啉酒骑车。看到画面的民众表示讲，过去伊嘛捌因为安尼受伤。阿嬷伊种回收物吼，拢超出车的本身啊，后壁人看迄。左闪右闪袂符相，毋免要相对啊，被互迄物件扫着就跋倒去啊。驾驶吼，伊即个载水管的即个行为吼，伊是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即个规定。加在刹车2位民众敢若刮伤尔。针对这位骑机车民众头前载遮尔长的塑胶水管，伊已经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警方会开罚单。5金行的头家表示讲，若要载遮尔大型的水电材料，上好也是用货车来载，若无就爱甲水管切对半。一般啦，要遮尔长的水管，无可能用机车会当载啊，一定要用大台车把握好到路载。啊，你若要用机车载，要加入我地高度载啊，安甲袂危险啊。警方表示讲，根据规定，若是机车头前要载物件，跨度袂当超过手环的10公分，长度袂当超过后轮的半公尺，若无会罚300到600块的罚款。记者钟义辉、屈兆勇高雄报道。天气烧热，这海产要生食，就要特别注意。台中有一个查甫人咧餐厅烘蚵仔来食，食了煞吐佮老。因的朋友嘛有共款有这款镜头，6个人拢去大病院。医师是判断讲，这可能是食到海产内底的肠炎弧菌引起食物中毒。食安处派人去稽查，发现真侪卫生的缺失，嘛已经把这食物佮环境拢采检送检。
画面当中会当看到一个查甫人入去到急诊室，行路阁会贫，看起来是真艰苦。随着倒伫咧病床接受治疗，伊表示家己有并发甲一直装便所的状况，才想到顶礼拜甲朋友做伙去一间餐厅食饭，了后就出现镜头。有可能是吃到像肠炎弧菌之类的细菌感染的海鲜食物，严重的症状会持续这个4-5天到10天都有可能。它的症状的表现，主要是以上吐下泻、肚子痛来表现。这位姓林的查甫人18段医了后，第19又有2位甲伊做伙去食饭的朋友嘛出现相同的镜头来病院。另外，甲因同一天去同一间餐厅食饭，坐无共道的3个亲情，嘛是出现并发、装便所等等的状况。虽然两道食无共的菜，不过同款拢有食家己烘的蚵仔，前后拢总有6个人去住院。考先科一般就是会怕加热不完整，加热不完整，其实它的肠炎弧菌跟这个沙门氏菌都会潜伏在肚子里面，它就会持续在那边作用。学者表示，最近天气烧热，海产就较高会产生歹菌，其中肠炎弧菌是上接看到的。这个歹菌多数拢袂冻烧，所以大部分民众是食到无青，也是煮无熟的海产才会排不倒。建议民众都要尽量避免食到青的海产。若是海产无冰，嘛莫超过10分钟至15分钟，才会当确保食食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新冠疫情甲流感同日群架，高雄有一个8岁查甫囡仔感染着 A 型流感，敢若发病4天就不幸死亡。经过调查，才发现伊无注流感疫苗。卫生局表示，目前新冠疫情甲流感都要进入高峰期啊。建议免疫力较无好的时代甲囡仔，就要赶紧去注预防针。囡仔排队等待医护人员替因注疫苗，流感疫情继续拖。25疾管署公布，高雄有一位8岁查甫囡仔，14因为发烧去看医生，确定得到 A 型的流感。落尾查甫囡仔敢若发病4天，17就不幸死亡，而且身躯边拢无人有相关的病症。卫生局调查才知影，这位查甫囡仔无注流感的疫苗。为8岁的男童，那他是在6月14日出现发烧、头晕的症状。那经医师验快筛为阳性，那诊断流感，不幸在6月17日过世。那此个案经中央疾病管制署研判为流感重症的确诊病例。今年热天唔拿流感，连新冠疫情阁开始拖。根据疾管署预告，7月新冠甲流感会进入高峰期。医生表示讲，最近就有一位囡仔，同时间是得到 A 型甲 B 型的流感，这波疫情会继续拖。囡仔因为抵抗力是较歹，可能会引起并发症，致死率会较悬。我们前一天还验出一个 AB 流感同时感染的一个小朋友，5岁的小朋友，他发烧39度，也非常的难受。或很多65岁以上的那个老年人，他们可能有慢性病，这对他们会有重症的几率是比较高的。自己的卫生做好开始，然后打预防针是一个预防的效果。根据疾管署统计，今年全台流感并发症的病例有858例，有164位死亡。高雄市有75例，其中65岁以上的时代有70%拢无注流感的疫苗。卫生局嘛呼吁民众，若是高危险族群的民众，要量早注射。记者钟义辉、邱昭勇高雄报道。新冠疫情又搁增加817个本土病例，比顶礼拜加193例。若死亡的人数有40例，其中有9成拢是65岁以上的老人。最近是有风声讲要重新启动感染的控制。台大病院是8岁高，是要甲各单位的隔离病床统一管理，来解决急诊的病床需求尔。疾管署嘛讲，目前的防疫无拍算要升级。大庭患者客入病院，为健保快易通顶管当看到台大病院日急诊室的号床有78个。根据疾管署的监测，新冠疫情正式进入第6波流行。顶礼拜增加817例本土案例，比前一礼拜加出193例，死亡40例，甚至有9成是65岁以上的长辈。因应最近病人增加，台大病院甲各单位的隔离床都互监控统一调配。这个行之多年了，没有特别啦，这个已经做很久了。在医疗区还是都麻烦大家戴口罩。不会，还好，我们目前还是有各个医疗院所。但医管讲，目前也无看到大规模 COVID-19 的病人出现，爱外界免想伤济。
暗过若是较男性的人去感染到，引起重症的人数增加。国内抗病毒的药物莫纳皮拉韦嘛面临欠缺。有长照机构的业者就讲，除了欠药啊，进前政府核发的公费快筛试剂，早伫1个月前就过期啊。若是有长辈确诊，根本无法度快筛，而且疫情期间走有的时辰看医，也伫疫情完好了后就关起来。所以机构老人若感染，而且重症倒床，根本无法度出外，恐惊病情会变严重。真的有些长辈不方便出门，然后加上他已经是确诊的长辈了，他可以出门吗？目前机构反映给我的回馈是，一般的医疗院所根本也开不出这样的药。那我查了资料，好像全台湾也只有8000多份而已，是管控在医疗端的啊，所以。可能我们要很重症，然后反复的状况进到医院收住院了，他才能用。疾管署表示，中央目前无调升防疫战级的规划，暗过会持续监测。但是已经采买的抗病毒药物莫纳皮拉韦，会伫7月7号开始分散去各医疗院所。记者综合报道。巴黎奥运头一届有霹雳舞这个项目。台湾的霹雳舞国家选手孙静，伫咧资格系列赛总排名是第10名，摕到奥运的参赛资格。孙静表示，伊完成一个长期的目标，真欢喜。接落来，先去国训中心拿训练、拿治疗，再来去澳洲继续训练，提早适应。伫布达佩斯坐长途飞行机返来台湾，孙静看起来并无忝的型，伊对家己会当变做奥运霹雳舞第一个摕到资格的台湾选手，就是真欢喜。其实一直以来都还是会有点质疑，说自己到底有没有那个能力啊？因为毕竟 battle 嘛，就是音乐会出什么，然后对手的状态其实都太难讲。那所以其实这次真的很幸运可以拿到这张奥运门票，就也开心。创造历史嘛，然后希望到巴黎一样，圈内人还有所有我们这片土地上的观众都能支持他。我相信他会表现得比昨天的自己更好。对小区的内定跳到奥运，孙静是好好完成家己长期设的目标。过程有偌辛苦，伊家己和教练苏志平上清楚。5月上海站，伊有伤嘛是去比赛，练习的突发状况，互伊准时讲击败海啊。一个啪，然后就哇，然后我当下是大叫，我那个大叫是因为很痛，然后很痛以外，我是很生气，就是觉得哇，怎么会给我这么难的剧本？这个这太困难了吧？但还好，就是我们马上就想办法处理。孙静讲，倒脚筋大的伤势，目前嘛是阁真酸，角度袂当伤大，会先返来台湾训练，拿治疗，拿训练。另外，伫布达佩斯，互港组的3个选手一直甲电，嘛互伊知影爱针对家己的问题去改善和提升。这次出现了很多经典歌，那经典歌很多都有 vocal。然后跟我同组的 Jeffro， 他就是美国选手，他可以完全把歌词跳出来，就是要很客观的去看，才会知道说自己要怎么针对接下来做训练。虽然去过巴黎真侪摆，但是孙静讲一定会和伊较早对巴黎的想法真无同，家己是真期待。另外，比奥运资格赛的时阵压力是真大，即嘛比奥运心态会较轻松。伊讲都是去跳就对啊，感受历史和舞台。记者综合报道。巴黎奥运唔但运动比赛，主办国法国嘛要举办文化奥运。伫咧奥运的前后，拢总会有2500项表演的计划。台湾嘛有受到邀请，有22组艺文团体会去法国表演。副总统萧美琴嘛去甲艺文团体鼓励，特别强调讲文化会使国家伟大，希望让世界看到台湾的多元价值。三人关的贴路汉是创造焦点，这个表演团体表演美戏的一部分，展现出女性的力量甲美感。因今年也是要代表台湾去参加法国文化奥运的表演团体之一。这届的巴黎奥运除了运动，嘛特别强调文化。台湾计共会有22组艺文团体要去到巴黎进行60天演出。拜三副总统萧美琴也来为这艺文代表受大学定数鼓励。以往台湾在奥运的参与，大家比较关注是在运动赛事的耕耘和冲刺。那这一次，我们很高兴能见证更多的美丽，更多的艺术。我一直相信，经济让国家强大，而文化让国家伟大。巴黎奥运自7月26开幕，台湾的艺文团体自7月27开始连续10多天，会伫南为着园区内底的台湾馆进行表演。今年咱国以自由之声、党史风华、当代新艺和世界共融4大主题，包括秀琴歌剧团、阮剧团、原住民歌手阿宝，也有变装红袖尼菲亚等等，拢会有表演。看到这次的团体都是在台湾各个
各个不同那个艺术团体的精英，然后包括舞蹈、包括戏剧、包括等等音乐，然后我们只有从这样的表达去区隔我们跟其他国家的不同。我们也很期待看到台湾文化在巴黎。很多法国人对台湾文化有兴趣。台湾加油！谢谢。文化部表示，这届的文化表演，若是要甲咱的台湾选手学演，嘛望甲世界分享台湾伫咧民众自由性别甲无义等等多元价值的实践。记者卢尚珠、谢桂林台北报道。台湾原创红仔册集合，因的制作团队推出台语工作坊的推广活动。日落来到中华的大地国小，教学生囡仔安怎替红仔册用台语配音，用各种的声情来表达，学生嘛拢感觉真趣味。拍一个，搁来一个，搁一个。拍一个，搁来一个。我来，就是爱安尼。这是台湾原创红仔册集合的制作团队推出的台语工作坊的推广活动。除了用台语分享做红仔册美角，更有指导老师教学生囡仔安怎配音，才会当把情绪、感情表达出来。就有声情的训练，互大家也佮有学生啊知影讲，哦，咱讲话可能就是要一寡情绪，安尼可能较会生动。配音华语甲上去的情绪拢无共，台语配音我感觉足趣味的。陈定波文化基金会制作的集合红仔册，是咧讲台湾这块土地的万项带，包括地理、人文、历史这主题。基金会也甲红仔册内容配台语，今年开始和独立册店、学校合作举办台语的推广讲座。用漫画当做一个媒介，吼，互囡仔开始有感觉趣味，袂感觉讲就是我爱背物件、爱读册。能够在学校里面推广，有助于把我们这个本土的文化往下深耕。目前台语工作坊已经举办4场，未来也会继续伫台湾各地头推广。陈定波文化基金会表示，希望用集合这部红仔册动画做台语的教材，让大众用轻松趣味的方式讲台湾话，认捌台湾台。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半个舞蹈剧场新编一出转角20年，戏出内底毋但有新颖的顶马丁，甚至阁有落地扫的表演形式搬上舞台，要互大家看到传统艺人无同的面貌。表演者穿特殊的服装，兼结合七组戏的元素，来呈现特别电戏剧心内沉闷的精彩片段。台南在地潘个舞蹈剧团，这回甲全台唯一以12生场做装扮的新颖特别电参现代舞者做结合，编一出短角20年的戏出，来讲一段花的囡仔返来家乡走出文化过程，也要互人看到传统艺人无同的变化。传统的嘛是戏剧，妻子戏嘛是戏剧，有一寡物件会相共，但是妻子这个物件会搁较济。咱特别邀请国宝级艺师林吴树霞老师来做咱的这届的艺术顾问，观众会当看到传统更加精致的传统的物件，同时伫咧同一个时间伫咧舞台顶来呈现。这个突破性的做法，除了以前特别电以南管音乐做背景，结合礼行动作，也参台人应用科技大学音乐系各乐组合作演出。另外舞台嘛打造成古早时落地扫的表演形态，佮有布袋戏红仔旧时的共时阵当代演出。这个舞台落地扫，这个模型呢吼，这个台啊，伫这个戏台顶来做演出，然后呢，从较早过去吼，咱咧讲妻子戏、做囡仔戏，以及甲咱这个吊马吼，传统的这个心内怎么演出的模型呢，两个结合起来，互你舞台顶会当更加宽阔甲灵活。为一场演出，而到尾伫新营文化中心登场，剧场技术总监讲，艺人参艺术拢有多元的表演面向，希望未来会当愈来愈侪人愿意接触，也通看到背后的内涵。记者邱台南采访报道。为着要找出南岛语组伫海上潜水的分者，台东县南岛社区大学发展协会打造阿美族传统的竹排啊帆船，打算要往回绿岛。去年因为天气无好失败，今年是靠盖好船的帮助才顺利完成。这阵是要打算要等透南风的时阵，搁来挑战一届。
尽管对台东的大雾出发，先用北船的方式出海，到外海2海里了后，就开始起航。希望这只阿美族传统的直航船，在风力和洋流的带动之下，会当顺利到绿岛。目前已经是在绿岛跟台湾这个中间的海域的深水区，现在风跟浪相对的大一点。这只阿美族传统的直航船，多利萨拉亚赛号，伊的棚是用破长的大皮做的，规只船拢是伫基佬的指导之下，用传统的工法去做，要挑战下过乌雕，对台湾本岛航行过去绿岛才个转来，用这来找南岛彝族海上潜水的脚步，嘛当验证咱的成人捌做这直航船来航海潜水，即伊成功对台东的大武渔港去到绿岛，过灯港嘛顺利对绿岛倒转来，转往我们西边往台湾本岛这个方向转得不够快，所以在快要离开黑潮的地方，因为黑潮到我们这个成功这一带转往东边，我们就被带走了。好，那就只好又用拖到成功港。这摆航程中嘛是阁需要盖护船来倒拖，团队拍算来小可调整航船的构造了后，今年热天吹南风的时阵，阁一摆来挑战，希望后一摆航程完全靠风力、海流和人力飞船就会当到。记者综合报道。因为新冠疫情的关系，已经拖5年啊。西班牙一间做毯仔的工厂已经超过300年的历史，目前阁有保留1万外百这毯仔的草稿甲设计图。毋但是传统的技术，伊嘛有对时代进步加入环保创新的概念，创造循环经济。伫咧西班牙马德里的皇家挂毯工厂，大型的织布机头前，工人无用伫咧做正水，阁互人正惊叹的挂毯，一针一线拢是手工做的。这间工厂自1721年创立，专门伫咧做挂毯、豪华地毯或者是徽章。这间工厂所做的挂毯甲毛毯，拢是用传统的技术，佮加一寡创新的手法。譬如讲，甲无同色彩的丝线互相搭配，创造出另外一个赞趣的色水。配合环保理念，摕有色的食物来做染料，也拿用剩的丝线布料拢回收再利用。Conservar unos oficios que son, como digo, milenarios, pero sobre todo que son sostenibles y plenamente economía circular, ¿no? Aquí los únicos productos con los que trabajamos son seda, lana, yute, algodón, lino y estos pequeños restos que vamos originando, de entrada el agua de los tintes o los pequeños trozos de lana, todo está reciclado. Todo tiene un segundo uso y por lo tanto yo creo que es muy importante saber mantener。伊若伫咧清理的时阵，一般拢是用塑定器使表面的涂刷，若是国家垃圾就用清洁剂水。伫咧研究过各种无同的方法了，工厂也阁专门起一个水池，用会当被分解的清洁剂，甲污染降到上低。除了技术的改良，这间工厂因为历史有够久，所以也有欧洲上重要的纺织档案馆加图书馆，内面有收藏1万多份的挂毯草图加设计图。Pues en primer lugar conservamos todo el patrimonio histórico documental de la fábrica, es decir, conservamos toda la memoria desde 1721 que se fundó la fábrica hasta ahora. 公司新闻沈乐培编辑。天气报你知，做伙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台温度。北部地区27度到36度，中部地区26度到35度，南部地区26度到37度。东部地区26度到37度，外岛地区26度到33度。各有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陈怡真，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